Amen。呢一段片會同大家分析下，經過我咁多年嘅經驗，有啲同學明明係有實力，但係出到嚟 DSE 嘅成績未如理想，可能係喺每一份卷裏邊咧都有啲好唔小心嘅位失咗分。開始前，容許我用30秒講一講一啲感言。古人話行有餘力，則學爾文。咁我自己搞呢個 channel 咧，本身係真係想做宣傳嘅。咁但係其實整下整下咧，會覺得原來有唔少同學仔係未必有資源去補習，咁亦都好想幫下呢啲同學。咁所以我希望各位如果睇過我嘅 channel 覺得有幫助嘅人咧，喺將來你考完 DSE 行有餘力嘅時候，都可以幫下社會或者世界上不同嘅人。咁啊，呢個世界咧，我相信會可以變得更加美好。首先同大家講下卷一。無論係甲部定係乙部都好咧，我希望大家喺任何嘅長問答嗰度，要首先正面回答咗個題目先。因為我發覺有啲同學仔好得意嘅，佢答嘢咧係東一筆西一筆。我舉個例子，如果人哋問你，同學仔呢度用咗乜嘢修辭手法，而有咩效果？咁你第一件事就係先答個修辭手法，舉例，比如，跟住再答個效果就係令到有啲嘢變得更加具體，跟住。你正面回答咗啦嘛，再慢慢解釋下，究竟本身有啲咩嘢係比較抽象喎，用呢個手法可以令到變得更加具體，如此類推。當你咁樣做咧，人哋好容易睇到你答案嘅重心。咁所以咧，如果你本身真係有嗰個實力去攞高分，你應該係會攞到嘅，就唔會無厘頭失咗啲分啦。第二咧就係題目，我希望大家做閱讀理解嘅時候咧，無論係白話文定係文言文，首先第一件事永遠都係啦，睇文章個名，因為經常文章名係同文章嘅重心有關。但係第二樣嘢係可以先立下啲題目，因為題目尤其是文言文嗰一 part 咧，佢係用白話文表達，咁所以咧睇完啲題目，你對於文章嘅內容會有一個較為清晰嘅 concept， 有咗個 concept 再去真係深入睇篇文章去理解咧，我相信係會事半功倍。三樣嘢。就係關於長問答。喺臨考公開試之前咧，有唔少同學仔都會問我：阿 Sir， 啲長問答咧搞唔掂喎。有時甚至我比較兩篇文章，哇，真係覺得好難攞分啊！4分滿分嘅題目，我經常都係攞得個1-2分嘅啫。嗱，我會咁睇啦。嚟到而家呢一刻，你聽日就考試啦嘛。咁如果我同你講話有啲咩必殺嘅可以令到你由1分變4分嘅，講你都唔好信啦。嗰啲肯定係呃人嗰啲咁嘅神棍補習老師啦。但係問題就係啦，頭先我哋講到。希望用翻你本身嘅實力去攞到你應該有嘅 grade。你本身4分長問答，你係好叻嘅精英級別嘅人，你攞3分，咁你咪勁咯，5星星咯。喂，但係調轉嚟講，我會咁睇。一般同學仔咧，你不如做咗啲送分嘅題目先啦。通常 MC 喺公開試裏邊咧係近乎真係送分嘅。我哋會見到咧，考生答中嘅 percentage 係非常之高。如果喺咁嘅情況裏邊，我做2條 MC 每題2分。係好簡單嘅啫，可能2分鐘做完2題嘅咯。相對於你用5-6分鐘做一題4分嘅長問答，可能都係攞得1至2分。咁我情願咧，第一件事做晒啲 MC， 甚至我會點樣咧？如果喺白話文最尾嗰一題，甚至2題係啲深嘅4分題目咧，我唔好做住，我做咗文言文先，因為文言文一樣有 MC 俾我哋執分噶嘛。我執晒啲要執嘅分，跟住臨尾有時間，我先做翻啲長問答，做到幾多得幾多。咁我相信呢個策略咧係會更加合適於一般嘅同學。住到實用文啦，我哋之前有拍片講過嘅，有唔少同學仔咧，經常話覺得喂，實用文咧太多嘢抄啦，抄完係冇乜即係冇乜字數啊，再可以自己發揮。其實係因為你抄 data 係搬字過紙嘅方式差得太多。OK，咁我哋之前喺度提及到啦，如果好似之前有啲活動嘅內容啊，甚至係你要回應嘅同學仔講嘅説話嘅內容咧，你都未必要搬字過紙咁樣照抄嘅，反而係調轉嚟講啦。你歸納咗人哋嘅重心，咁然之後表達翻出嚟就可以㗎啦。OK， 咁所以咧，希望大家如果想實用文多啲空間俾自己發揮，記住唔好照抄，唔好搬字過紙。另外第二樣嘢啦，又係實用文嘅，就係題目要求。嗱，我相信呢一 part 咧唔係咁多老師會講嘅。咁因為好多同學即係你學校好簡單啫嘛，咪就係不斷做2024、2025嘅 past paper， 仲有咧做一啲出版社嘅練習，而出版社嘅練習又係好似2024、2025嘅喎，咁啊令你覺得喂，通常題目要求就係咩啫？舉例啊，2025年佢要求我哋去講一個計劃有啲乜嘢意義，咁咪就係講意義咯咁樣。咁嗱，理論上我覺得今年都仲係好有機會出類似嘅嘢嘅。咁但係我想話俾大家聽咧，原來以前考評局曾經出過一啲題目要求就係佢俾一個計劃你，但係佢唔係同你講計劃嘅意義，佢要求你寫出呢個計劃
究竟對學生嘅成長有啲乜嘢嘅益處？嗱，我哋會咁睇計劃嘅意義，可以係好多唔同嘅面向嘅，可能對學生嘅成長有益啦，可能係幫到老人家啦，係咪？可能對於個社會嘅風氣係好啦。但係你要明白，對於學生嘅成長嘅益處，係意義裏邊其中一個好細嘅位。所以如果你係泛論計劃嘅意義，唔係好 specific 咁去講對成長有咩益處呢一個部分呢，咁即係話你係會嚴重地偏題。甚至如果你話你成長嘅益處講錯嘢啊，原來你嘅意義係完全諗唔到成長嘅益處嘅咧，咁你成日會唔合格添。咁所以咧，我希望大家，就算我哋平時成日作文都係作緊一個計劃嘅意義都好咧，你真正考試嘅時候都要睇清楚人哋題目嘅要求，佢每一年理論上係可以唔同嘅。OK， 好，咁跟住我哋落到去咧，就會講下作長文嘅部分啦。跟住落到嚟咧，去到長文嘅部分，可能你會覺得好奇怪。我審題喺長文方面，我點會唔識啊？你咁都要拎出嚟講嗱。我想講咧，你睇翻考評局每年嘅報告都會話俾你聽，其實有唔少同學考為偏題，所以搞到自己低分嘅。OK， 咁所以我認為審題嗰一 part 咧係非常之重要。你搞清楚題目真正要嘅係乜嗱？以下咧我有兩個題目可以俾大家參考下，都係呢輪我啲學生交過俾我嘅一啲文章題目。OK， 包括咗難忘的一課。咁你可能話，喂，難忘的一課呢啲超簡單喎，一課即係要我記事啦。咁既然呢一課係難忘嘅，即係要我抒情啦。咁我做一篇記敘抒情文講難忘的一課有咩問題呢？咁樣理論上真係冇問題嘅，但好可惜就係點呢？譬如呢啲同學寫下嗰一課，因為一個課堂有好多內容噶嘛，但係原來有啲內容係同佢難忘冇關嘅喎。佢純粹講緊乜嘢呢？嗱，各位，我用紅筆寫一寫。如果我同你講呢一堂老師教嘅嘢好有意義，咁你可能話，喂，有意義嘅嘢理論上應該係難忘嘅喎。嗱，呢啲咧喺我心目中就係叫做中唔正題目啦。點解呢？其實理論上每一堂老師教嘅嘢都係有意義噶。你會唔會每一堂都覺得好難忘先？應該唔會嗬，係咪？咁所以咧，有意義同難忘唔係完全冇關，不過佢唔係 exactly 一樣嘅嘢。咁如果當你嗰一堂裏邊寫咗六段裏邊有3段不斷寫好有意義，但係有3段咧係直接表達到有幾難忘嘅，咁即係點啊？你篇文有3段唔夠切題，但係你唔係離題，你係楞住個題目嘅，咁呢啲偏題嘅文章咧係好難攞高分嘅。咁所以我希望大家咧，有時唔係話你好渣，而係當你真係考試作文嘅時間，嗱，你係應該第一次考 DSE 啦。但係我係已經教咗成10幾20年嘅公開試，我真係睇過太多學生咧，明明平時係叻，但係都會衰就係審題嘅時候根本佢冇逼自己諗清楚，我究竟個重心喺邊？仲有就係，如果你會寫大綱嘅，你有冇逼自己寫完每一段嘅大綱都諗翻係咪中正所有嘢？OK， 咁如果係嘅，當然最好；如果唔係嘅，你要改嘅。OK， 咁而另外仲有啦，譬如隔離嘅題目啊，未來，咁你可能話，咦？題目講未來，即係話不限問題嘅喎，即係正常就係我中意寫議論文，討論下未來係點嘅，冇問題。我中意作記敘抒情文，講下個古仔，講下人生道理，關於未來嘅亦都可以。但係問題就係咧，好多時講未來，你係會有過去，OK， 甚至現在嗰啲概念。點解啊？因為過去同埋現在係突出到，甚至係鋪排到一啲未來嘅情節。咁如果我哋即係咁樣諗嘅時候咧，會發覺係冇可能齋寫未來唔講過去現在嘅。但係唔該大家記住，因為你嘅重心係未來啊嘛，所以一篇文章裏邊，如果你話 OK， 我要20% 到係講過去現在 OK， 咁你有80% 講未來咪得咯。但係你話唔係，我篇文寫咗1500字，我前面有800字係400字過去，400字現在，我臨尾有700字未來嘅，咁呢啲文你一定唔會唔合格。但係問題又係你中唔正個題目 OK， 所以咧就聽落好低能，但係希望大家
審題嘅時候搞清楚個重心，跟住寫大綱，諗清楚係咪大部分段落針對重心。OK， 好，咁審題呢度講完，去到下一個 point。下一個 point 咧，亦都係我哋呢一段片 last 一樣嘢啦，就係我希望大家咧，你作文梗係會想用啲技巧，感覺上勁啲係嘛？即係我唔理你係嗰啲好傳統嘅技巧，譬如有啲傳統嘅作文方法，咩一字立骨法、赤水輕波法，好有型嗰啲名係咪？又或者你話嗰啲補習老師有時教啲什麼什麼技巧，日校老師有啲咩神技 ，OK 唔緊要，你會擺落文章係咪？跟住啦，有時引用名人名句又型啲啊嘛。甚至寫有中國文化，講下中庸之道啊，講下和而不同啊，天人合一啊等等，都係好有型噶嘛。但係記住，任何以上講嘅嘢，唔該大家千祈唔好勉強加落嚟篇文，因為由10零年前開始咧，我哋已經會見到考評局擺到明係嚴打呢啲亂咁背一啲名句同埋中國文化擺落文章裏邊，但係原來你講嘢同上文下理冇關嗰啲人咧，實扣離分。咁再加上咧，有啲同學仔心裏邊諗嗰啲所謂嘅技巧啊，嗱，我當你一啲好正宗嘅技巧，都唔好講出邊有啲所謂補習天王教啲古靈精怪嘢。我講啲最正宗嘅借景抒情技巧啦啩，勁啦啩，李白杜甫都借景抒情啦。但係問題就係你夾硬用個借景抒情，但係原來用上文下理唔夾嘅咧，一定你會低分咗。OK， 因為而家世界太多人背文啦。所以考評局咧，我覺得近10零年都係嚴打緊呢啲，佢覺得有機會係背文嘅嘢，所以希望大家記住呢啲嘢絕對可以錦上添花。但係如果覺得夾硬，你唔用會高分啲。OK， 好，以上就係呢一段片所有重心嘅內容啦。我哋之後咧 ，hopefully 係會有解卷嘅 video 嘅。咁應該你考緊 DSE 嘅時候，我就喺法國啦。咁有機會我喺法國度錄個解卷俾大家。咁啊，大家咧記住，如果啱你睇嘅，可以 like 咗呢段片啦。另外可以 subscribe 我哋嘅 channel。OK，咁我哋下一段片再見，拜拜。